OK， 继昨天呢去那个吃吃喝喝之后呢，我准备整床，然后呢要来去爬羊丑坑。在出门之前呢，先看一下我要做好吃的。我正在滚动着红豆汤，对，今天想要来一碗热热的。我就是不管天气怎样，就喜欢喝热热的红豆汤这样子。一般来讲，我红豆汤啊，它每次在电锅焖的时候，我都会先把它用瓦斯炉把汤煮完，再来放到电锅去。等一下我运动回来就有热热的红豆汤可以喝喽。没人接受你这双爱鞋，穿好久还是觉得很棒。有没有看到后面那个吗？那个印第安，还有这个，就是我们家麦老爷收藏的，还有这个，很可爱吧？